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0月29號。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119篇17節到24節，列王記下卷第6章第8節到23節，使徒行傳第9章32節到35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級分享的主題是贏。敘利亞甲以色列人交戰，最後以色列人無費着一兵一卒就來戰勝吼。但是並毋是甲伊的對敵攏殺死了，卻是因為倚靠上帝，互因暫時失去着視力，引帶因進入佇迄個錯誤的目標。而且熱切來招待因食米甲水。列王記下卷第6章第8節到23節經文安尼記載這段真神奇的戰爭的過程。敘利亞王甲以色列交戰，伊甲伊的人神討論講：我要佇某所在戰贏。上帝中央的人找人去見以色列王講：你着細字毋通對某所在經過，因為敘利亞人佇遐戰贏。以色列王派人去經過上帝中央的人所講迄位在地的居民，就佇加強封閉。同款的事發生幾若遍。敘利亞王因為這個事心內真受氣，叫伊的人神來甲因講：恁中間什麼人泄露消息，互以色列王，着老實甲我講。有一個人神講：我的主，我的王啊，阮毋是。是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將你佇房間內講的話甲以色列人的王講。王講：恁去探看伊佇什麼所在，我通派人去甲伊掠。人對王講：伊佇刀灘。王就派馬、戰車甲一大隊的軍兵去遐，因暗時到包圍迄個城。上帝中央的人的僕人透早起來，出去外面看到有軍兵、馬、甲戰車甲城攏包圍咧。僕人就對以利沙講：慘啊，老師啊，咱要安怎？上帝中央的人講：毋免驚，甲咱做伙的比因做伙的閣較濟。以利沙祈禱講：上主，求你開伊的目睭，互伊會看見。上主就開迄個僕人的目睭，伊就看見規個山攏是火馬、火車，甲以利沙圍地。敘利亞人落去到佇以利沙遐，以利沙就對上主祈禱講：求你拍這的軍兵，互因的目睭袂看見。上主聽以利沙的祈禱，互因袂看見。以利沙對因講：恁行毋着路啊，着找毋着城。對我來，我帶恁去恁要找的人遐。以利沙就帶因到佇撒瑪利亞。因入去佇撒瑪利亞，以利沙祈禱講：上主，求你開這人的目睭，互因會看見。上主開因的目睭，因就看見，發現因攏佇撒瑪利亞的城內。以色列王看到因，就問以利沙講：師傅，我檢通甲因殺死，檢通甲因殺死。以利沙因講：毋通甲因殺死，因檢是你用刀用弓掠來嗎？哪通甲因殺死呢？就用餅甲水，互因啉食，互因通倒去因的主人遐。
王对因准备丰盛的宴席，因食饱，王甲因倒去，因就倒去。因的主人遐对安尼叙利亚的军兵无过侵犯以色列的境界。咱毋茫大海的紧张，还是乌克兰的战争，会通就安尼来解决啦。互迄个侵略野心的中共，也是这个俄罗斯领导者也看袂到头前的目标，互上帝来甲因降服。人生的困境、病痛、心灵的软弱，咱拢需要着上帝的怜悯甲救恩，才会当脱出困境，得到胜利。耶稣基督传福音的3年，所带来互世间人的是安慰，是医治，是救恩的赏赐。门徒也领受着相款的呼召，也去传福音，去帮助人，用信者医治人。使徒行传第9章32节到35节，记载着彼得伫鲁台行神迹，互一位倒床8年的半岁的得到医治。圣经记载，彼得去逐所在访问，也有访问点伫鲁台的信徒。伊伫遐拄着一个人，名叫做以利亚。这个人半身不遂，已经倒床8年久。彼得对伊讲：“以利亚，耶稣基督甲你医好啦，起来，整理家己的面床。”以利亚随时起来。所有住伫鲁台甲沙伦的人，拢有看到，就信来归主。伫外表来看，这是一个半岁的人得胜，嘛是彼得得胜啊！因为伊家行神迹。但是事实上，更较重要的是主的名得到胜，因为只有主会通赏赐人救恩，只有靠主，咱才会当得胜有存。诗篇119篇17节到24节，求你施大恩予你的仆人，互我通遵谈你的话。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。我伫地上是出外人，求你毋通对我看捌你的诫命。我不时迫切羡慕你的规例，羡慕到强要分去。你责备骄傲受咒诅的人，因迷路离开你的诫命，人对我的凌辱甲看轻，求你除去。因为我有遵守你的教示，统治的坐在参上要害我，毋顾你的仆人在默想你的命令。你的教示是我所喜爱，是我的道书。求主怜悯，互阮伫困境的中间有倚靠，伫病痛的中间得到医治，伫艰难的中间会通坚强。恳求上帝赏赐怜悯的救恩，互阮伫人生的困境的中间得胜友谊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